做工趁钱啦，捌去茶茶咯，去撸梨啊咯。淡水交迄人边看的啊，阮也捌去撸着咧。国小2、3年级的时候，我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妈妈带便当回来。有鸡腿啊？对，鸡腿个卤卵。妈妈很辛苦，就要养育4个小孩。妈妈，感谢你，我爱你，真的，我爱你。谢妈妈。感谢妈妈，感谢周家，阮这阮吃油好，拢会袂让阮吃。姐姐住的比较近呐，所以姐姐都很舍得买。这你是想起什么代志？无，就伊真辛苦。感谢妈妈生一个这好的大囝，我对我。我交第一个带回来，他说：“这个水好瑞瑞。”不好，我们就分手了。我甲伊拼，我会算家里大汉养足，感谢我家己。感觉家己足够的吼，你赞比赞，赞我赞。赞。赞。